相逢半辈，就记进行遵命。差唔多嘞，来去睡么？哎呦！头晕脑变，反肚连连，六仔，十九神仙，苦在重度不迭。哎呀，也拜19岁啊，因为俺诉苦，夜班啊就见反肚，海外险啊！胆子就会呕出来哦！哎呀，成功半夜，一层寒一层热，哎呀，我的腰痛的병이 나야，哪个东西？哦，原来有人睡的了，干咩声哦？哦，天才牙姑娘。很记吹讲啊，其实是醉嘞，冇用嘅男人。哎，你幾望水啊？廿歲會很多啊？哎，成我啊？成我啊？
鬼神用失身。用会满手给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死无命的啊！哎呦，真奇迄屎尿村，不但有大件哦，夹来人啊！你睇啊，村爸夹出来啊！哎呦，死无命嘞！修真啊！服了，三更半夜你喊到俺太上，报酒店呢？没啦，不用讲，没，因为我要我出人命嘞！言乱语，怎么该？我娘要我出人命？有个师叔啊，东真，你自家看。哎呀，是的嘞！哎呦，鬼神硬当当，原来你施救就施救，怎么个会刺人啊？不用讲，没碍自己，没碍自己啊！骂你自己，你可有看到？没呀，唔知，骂啥自己，我就系加过来昂耀天天啊！反渡男人，要见啊！昂耀跌倒，太阳啊天，见有一帮多啊，很不像啊，在松树年夜，又把前怕来呀表明啊！再个，哎呦，这下就麻烦嘞，不免交代门锁的，这也算得没失其爱。不过，老公，你去前拍南征，娘家啥账号？相公，也看来你可有得罪人呐！三黑呀，风烟太路，江边那地呀，三黑风发风雨，风啊地，南头啊天空在发，冒烟啊云啊，南头老啊女，耶稣娘在地。王女，更严肃了。我会呀路行过啊，不从啊民啊，我会流送大天啊，也追人啊，放过天啊，公啊，恩用啊，办啊，求神求啊鬼，万语会上心啊！我用家拜托你想个办法啦！原来你有很多嘅野路老法件不敢讲，俺唔敢咧，俺唔敢咧。表面也唔敢，
好，看你有心改革，还有个办法。你讲爱堂，草汉不时节，迄小树送你转来，做得将小树推你周真。啊？你讲雅露台啊？嘿啊，就是文章啊。我讲也唔爱听，我讲到去就错火啊！俺老师让你讲，可能就迄佢设计了海岸，就讲啊，係风险体、老负险体老爱讲嘅，佢啊为咗为俺李家嘅家产，故意设计来家父本案。你看啊，你心难测啦！哦，看来也风险体、老负险体，迄阵间推你设想啊。当然啦，讲到了，难怪我周顺大家朋友，那个原票全部唔见睇，听到喺矮露台送来转来嘅时间，顺沙偷走嘅。哈，哎呀，冇想到文章咁样嘅人啊！我也冇想到啊！哎呀，佢真件总未清气，我还有一个好办法。家家讲，我呀，从本你他。也面拜神，一夜雄起多见真。天然一必言三个最长，天台言情必言好客最深。有理，言情行为认真，俺两个兄弟啊。也是讲过，佢都是水里来火里去，佢就做得太爱出头，就连卖事，哎呦也冇问题。何况佢根本就冇做过安那个事情啊！是不意思，我就管家来去。哎，妹，姑娘家，跟你呢？是家，你呀，赶紧出门，两位有爱料理就是。多谢朋友，多谢朋友。哎呦，哎呦，是无命的啦！天体老夫天体嘅体验，系爱判价改哦。兄弟就系兄弟，感情安好，又系邻舍，就连天然啊，还向下使用。尤其夫兄弟啊，一溜里来就系热心嘅人，听错为老爱听书，等爱献祭出来。夫兄弟啊，夫兄弟啊，夫兄弟，系爱李太哥啊！19世都西风球，就像古稀难可梦。哎，
三更半夜满人黑门啊！挨张水啊，睇天天有本佢嘲笑。嘿爱呀！李太公为何多此啊？鬼神呢？有冇本写动手？鬼神好好呢？我一身好好，唔是受理啦。梗系有东西，但唔见睇啊！贤弟有冇啲硬嘅东西唔见睇？嘿，贤弟，佢冇要紧啊，我有几事想求啊。有事相求，比天有何空何出？太公先참坐一下，太爱落里揾一壶酒过来，本太公受难受难。贤弟慢开张，唔可以食酒，几事要紧，落来坐定讲啊，坐定讲。哎呀，太公是酒无妨啊，就算系闹出人命，为天啊，我也推你出嚟。唐贤弟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呢。哎呀，唔点嘛个缘故，有个师叔同我家天烟呐。相反贤弟推我想个办法，去到官府推阿哥嘅情报作证呐。太公，我一前马错。贤弟，你用办呐？太公啊，我此时坐到新疆片，一出疆片就发起来，方才啊，唐太公讲嘅话，去我心头扎扎。很痛啊！贤弟，你到底用办呐？爹安尼，就冇勉强了啦。我爱先落里歇困了啊！让到俺松动啊！太公啊，你莫再讲了，你见讲啊，见痛啊！心肝高痛难听痛啊，并个流关痛，共三体兄，有心相处，力不久啊，相离相负。太公，是你呀！天公你啊，我正去赶路探望你，你还有别的兄弟呀？贤弟啊，贤弟啊，贤弟啊！罢了，我还是请封贤弟天数啊，他亲近你，听出会保我平安无事，我再来献门。原谅贤弟啊，我来请你嘞。切安办冇，唔啲係馬嫂，馬嫂喺門啊！你家太long啊！太公，來，你快走！唔是錯，其實我想求啊！啊！太公有事，係逢崖招。哦，你來係水崖招，水大氣，乜嘅事情向天擔當。哎呀，錯案部唔啲馬啥事情，現下師叔還同我家天眼地度啊！相反賢弟，去到官府推阿哥嘅情報作證啊！太公，你痴線人啊！我冇痴線人啊！你冇痴線，難道愛痴線嘅？賢弟冇講笑啊！日日推我作證，用見到啊！馬上！太公，我看啊，你阿師叔愛處理這樣做的啊？愛處理啊？我用辦啊？我先去切一兩草赤老雞見起來，才用馬手老雞踢定，將其拱到嘅無面嘅太河把按用，
扑通，啊妹哎！哎，我是无命嘞，我有个啥闪到了。有个山洞，我用得啥张好啊？我冇办法去，你去请傅彦体啊。哎呀，我去请过嘞，他讲佢啊，神经病发作啦。哪个？我就谈过神经病，哪有嘛个神经病啊？既然如此，我先落嚟拿马索。贤弟，你个摇滚，嘿，贤弟，太哥啊，哎，我有骨头冇封片，今日让佢衙門開呀，大拍講啦，偏是個老誒挨做的，此人窮快，佢是做唔得咯，派些搶了。贤弟，贤弟，贤弟啊！天哪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全梦依然真啊，就是幸福呀，大周王者，年轻那一初相识啊，终无怨恨啊。终身名堂，崩溃，我竟然颠败一场，不是情同流观众，有难长的假情义啊！弟弟，我有嘛个面目，我见不了啊！